大家好，歡迎返嚟父子講車。今季麥拿倫攞到世界冠軍，但係詳細回顧究竟架車有啲咩特徵呢？麥拿倫車隊又出咗啲咩錯呢？今集我哋就會分析一下麥拿倫喺成個賽季嘅表現。事不宜遲，我哋立即開始。佢哋喺第一站表現有好有唔好啦。雖然 Norris 贏咗第一站，但係呢，佢哋雙車喺12號彎衝出賽道，而隊友 Oscar Piastri 更加係出彎嘅時候速度過快，甩咗喺第13號彎嘅草地上面，並一度卡住，入 P 之後跌到尾二位，正式磨滅咗登上頒獎台嘅機會。好彩啦，佢亦都追到第9位，成功得分。而隊友 Norris 呢就守住韋斯塔本成功贏車。到第二站中國站 ，Sprint 排位 Piastri 第3 ，Norris 第6 ，Sprint 喺第2、第8位完賽。正賽排位 Oscar 攞鋪 ，Lando 第3，Piastri 呢亦都係咁樣成功 pole to win。Norris 喺第一個圈嘅頭幾個彎成功以外內嘅走線呢就超過羅素，升上第2，並且喺嗰度完賽。到咗日本站，麥拿倫雙車排喺第2、第3位，正賽亦都冇變動啊。唯一有趣嘅地方就係 Norris 喺出 P 嘅時候，希望爬韋斯塔本，但係鏟上草地，仲話 Verstappen 推佢出去，但係最後都冇嘢發生。喺第4站巴林站 ，Oscar 排第1，而 Lando 得個第6。Piastri 喺 Turn 1受羅素 late break 但唔成功，保住第1。而羅利斯起步表現好好啊，由第6追到第3，可惜 Norris 被發現喺 pit box 停得太前，被罰5秒。最終 Oscar Piastri 贏車，羅利斯坐上凳仔位。到咗中東另外一個地區沙特阿拉伯 ，Piastri 排位喺第2，但係隊友 Norris 又喺關鍵時刻犯錯啊！今次喺 Turn 4出彎用 curb 用得太多，失控撞牆。正賽 Piastri 呢就有個好好嘅起步喎，喺 Turn 1之前已經同 Max 平排，於是 Piastri 喺 Turn 2彎心用到最盡，而 Max 呢就出界保持領先，最後被罰5秒。然後呢場嘅結果就係 Piastri 延續強勢啊，再下一城啊！咁羅利斯呢喺起步啦，因為角田同埋加斯利互炒，上升到第8。但係呢 Norris 喺第13、14圈嘅最後一個彎呢，都排咗夏美頓，但係呢又俾夏美頓用 DRS 喺直路爬頭喎。佢喺第15圈終於係冇重蹈覆轍啦，成功爬咗夏美頓。最終 Norris 喺第4完賽，然後呢場積分榜 Piastri 亦都成功領先。到咗下一站邁阿密站，佢哋喺 Sprint 排喺第2、第3。但起步因為 Antonelli 自己衝出賽道，所以升上頭2位完 Sprint。排位呢 Norris 第2 ，Piastri 第4。Norris 起步又再次太溫柔啦，俾 Verstappen 逼出賽道跌到第6位。Piastri 兩度用 DRS 爬頭，而 Norris 則成功5次追到第2。Piastri 繼續延續強勢啊，同 Norris 已經係拉開咗16分啦。跟住我哋到歐洲賽區嘅 Imola，Piastri 同 Norris 分別排喺第1、第4，但係 Piastri 喺起步尾俾 Max Verstappen 強勢 around the outside 爬頭 ，Norris 亦都貢獻咗一個精彩爬頭。佢喺第11個圈嘅第2個 chicane around the outside 超越咗羅素，上升到第3。但係今場麥拿倫嘅策略組開始出事啦，佢 VSC 嘅第2圈先叫入 pit， 咁就令到Piastri 俾艾邦喺場外爬頭。另外麥拿倫 pit crew 亦都係喺今場開始出事啊，有個 3.6 同埋 4.4 秒嘅 pit stop， 令 Norris 出 pit 嘅時候同艾邦嘅位置好尷尬。然後我哋嚟到神聖嘅摩納哥， Norris 同 Piastri 排位第1、第3，喺呢條難以爬頭嘅賽道上面都冇變動。Norris 成功贏得呢場非常特別嘅比賽。然後經過摩納哥，我哋嚟到一條好有數據嘅賽道，西班牙嘅 Circuit Barcelona de Catalunya。
咁呢 Piastri 又繼續延續強勢啦，排位同正賽都領先 Norris 喺頭二。雖然韋斯塔本喺起步超過 Norris， 但佢亦都用 DRS 超過翻。然後呢，我哋呢就嚟到加拿大嘅蒙特利爾，今場平治成為黑馬，羅素成功拎頭位同埋贏車。Piastri 同 Norris 分別排喺第三、第七。Piastri 俾 Antonelli 喺首圈超越，而 Norris 亦都兩度用 DRS 爬頭。喺第67圈啊，全場最精彩嘅事情發生啊！ Norris 喺法格灣呢逼想爬頭，但係呢只係追近咗。佢直路同 Piastri 平排，但係呢喺 chicane 被逼讓步，而 Norris 喺起終點直路誤判距離，喺近場嗰邊想爬頭，但係炒車。到呢場嘅好表現就咁冇咗啦。佢亦都承認呢係自己嘅錯誤。好彩 Piastri 呢就冇受損，成功喺第4名完賽。跟住我哋翻返去歐洲大陸，喺奧地利嘅 Red Bull Ring 比賽 ，Norris、Piastri 排喺第一、第三，而 Norris 起步向右逼向盧克萊，間接令到佢俾 Piastri 超越。雖然比賽入邊都有幾次交鋒，呢次更加係差啲構成碰撞啊，但 Norris 仍然能夠成功保住領先贏車 ，Piastri 呢就保住第二嘅。然後我哋到永遠好睇嘅 Silverstone， 今場佢俾咗我哋雨戰啊！Verstappen 以超低風阻魅力拎到頭位，跟住呢係 Piastri 同 Norris， 佢哋麥拿倫雙車都成功超越韋斯塔本。麥拿倫 pit crew 嘅弊病呢亦都再嚟啦，俾咗 Norris 一個5.1秒嘅 pit stop。其中一個爭議性事件就係 Oscar Piastri 喺減速嘅時候，令到韋斯塔本唔小心過咗佢，令佢被罰10秒。最終 Norris 得益於隊友嘅 penalty 贏得主場勝利，而 Piastri 就屈居第二。到暑假前尾二站比利時嘅 Spa，Piastri 同 Norris 喺 Sprint Quali 排喺第一、第三，佢哋兩個分別俾韋斯塔本同盧克萊超越。最終佢哋 sprint 喺第二、第三完賽。咁喺正賽排位賽 ，Norris 領先 Piastri 喺頭二 ，Piastri 輕鬆用 slipstream 喺 Camel Straight 嗰度爬咗佢頭，並輕鬆贏得呢場比賽。到暑假前嘅最後一戰，匈牙利嘅 Hungaroring，Piastri 同 Norris 俾 Leclerc 嘅神之一圈啊，排咗喺頭啊，令到佢哋只得第二、第三。Norris 起步又衰咗，跌到第5。最後 Norris 用激進嘅一停策略超越 Piastri， 雖然最後 Piastri 追到唔夠1秒，但係仍然唔能夠爬頭屈居第二。Norris 就係咁樣贏得隊史第200場分站冠軍。經過暑假 ，Piastri 喺荷蘭排位領先 Norris 排喺第一、第二。今場最大嘅轉捩點係第65圈 ，Norris 架車留有退賽，而 Piastri 呢就贏車。呢個時候 Piastri 同埋韋斯塔本嘅積分差距爭104分。然後就到意大利嘅 Monza，Norris 領先 Piastri 喺第二、第三 ，Piastri 喺 Last Mode 1竟然可以 around the outside 爬盧克萊頭啊！咁呢，佢就喺46圈入 pit 啦，有個全場最快嘅 pit stop， 但係隊友羅利斯淨係得個5.9秒嘅 pit stop。亦都係麥拿倫 pit crew 嘅弊病，然後麥拿倫佢因此叫 Piastri 讓位，佢只能夠照做。關於對呢件事嘅睇法，可以睇翻我哋9月回顧嘅片，呢個令到 Norris 喺積分榜上面又追近咗佢少少。巴庫亦都係成個賽季裏邊一個重要嘅轉捩點嚟噶，表現穩定嘅 Piastri 竟然喺 Q3 關鍵時刻犯錯，佢喺 Turn 3 lock up 撞牆。但 Norris 仍然未能把握機會喺 Turn 15出彎拆牆，只能夠排喺第7。而正賽 Piastri 因為心急偷步進入 anti-stop 跌到隊尾啊！佢想喺 T5 外線爬頭，但好多樹葉沙石層 lock up 直撞埋牆。呢次嘅撞車力亦都令佢信心大受打擊，喺接下落嚟嘅比賽入面都表現唔係太好。Norris 喺今場亦都俾麥拿倫賞賜咗一個4.1秒嘅 pit stop， 但係今場冇隊友幫忙，只可以保持第7位完賽。呢場麥拿倫啊，真係發癲嘅，佢本身可以好簡單咁樣衛冕世界冠軍，竟然唔得喎。繼續嚟，我哋到新加坡
Piastri、Norris 分別排喺第3、第5。Norris 起步好好啊，喺 Turn 3同 Piastri side by side， 最終病咗一下佢，咁咧 aggressive 咁超越咗佢，最終 Lando Norris 同埋 Oscar Piastri 喺第3、第4位完賽。今站麥拿倫亦都賞賜咗 Piastri 一個 5.2 秒 pit stop 啊，都唔知麥拿倫係連續第幾站有慢 pit stop。到咗倒數第6站啦，我哋嚟到呢個美國嘅 Circuit of the Americas。喺 Sprint Quali，Norris 領先 Piastri 喺第2、第3。Piastri 咧喺 Sprint T1 想做 switchback 啊，但係唔知道裏邊有侯金寶同埋艾朗蘇，被撞向外面同埋隊友羅尼斯，最終上車 DNF。排位羅尼斯排喺第2，而 Piastri 咧就排喺第6。羅尼斯同埋陸克萊咧喺比賽有精彩嘅交鋒，但係羅尼斯都保持第2位。Oscar Piastri 就起步上升一位，喺第5位完賽。喺墨西哥啊，呢場就係 Norris 嘅強心針啦。Norris 同 Piastri 咧就喺第1、第8，但係因為新鮮要罰價，所以 Piastri 上到第7。羅尼斯喺起步大混亂保持領先，實現 pole to win。Piastri 喺起步受其他車手 corner cut 影響，跌到第9，之後喺場上超越咗2次，又用 pit stop 喺 pit lane 嗰度超越咗 Antonelli 啊！呢個咧就要讚下麥拿倫 pit crew 啦。最後佢喺第5位完賽。呢個時候羅尼斯再次成為積分榜領先者，以1分領先 Oscar。喺第2站永遠好睇嘅比賽聖保羅站，羅尼斯喺 Sprint 排喺第1， Piastri 則去到第3。Piastri 喺第6圈嘅第3個彎，即係 Senna S 出彎啦，用 curve 太多啊，嗰度有水啊，導致佢 spin 咗撞埋牆 DNF。Norris 咧就贏咗 Sprint。正賽佢哋排喺第1、第4，Norris 有再次贏車。相反 Piastri 同 Antonelli、陸克萊3個平排進入 T1， 但係佢推到 Antonelli 同埋陸克萊，仲令到陸克萊退賽啊，令到Piastri 被罰10秒，跌到第5。尾3站我哋嚟到拉斯維加斯，Norris、Piastri 分別排喺第1、第5，佢哋喺第2、第4完賽。即使係咁樣都冇鬼用啊，因為麥拿倫賽後發現防滑板磨損過多，2部都被 DQ 啊，所以 Norris 以390分領先， Piastri 同 Max 平排都係366分，落後24分。卡塔爾站有我哋最後一場嘅 Sprint， 咁咧 Piastri 領先 Norris 排喺第1、第3， Sprint 亦都係咁完賽。排位 Piastri 再次領先 Norris 喺頭2。咁起步嘅時候，羅尼斯俾維斯塔本超越，麥拿倫喺第7圈放棄 safety car 最佳時間入 pit， 因為嗰站呢啲車胎最多只可以行25圈，咁喺第7圈入 pit 呢，咁啱呢就係可以慳時間，第7圈加25加25等於57圈，但係麥拿倫冇入 pit， 求 flexibility 同埋之後嘅 safety car，最終損失入 pit 時間，令 Piastri 同 Norris 跌到第2、第4位。去到最終戰阿布達比，羅尼斯領先 Piastri 排喺第2、第3。Piastri 咧喺 Turn 9 咧 around the outside 爬咗羅尼斯頭啦，但係都無咗佢贏得世界冠軍。最後羅尼斯以423分贏得佢生涯首個車手世界冠軍。韋斯塔本呢經歷咗佢最後狂追之後，最終只得第2，有421分。而 Piastri 經歷季初嘅強勢之後，最後跌到積分榜第3，得410分。而家打一集回顧麥拿倫賽季呢，就差唔多啦。請你喺留言區講下麥拿倫車隊今年嘅表現喺你心目中有幾分？你又覺得麥拿倫嘅賽車有啲咩特徵呢？歡迎留言討論下嘅。最後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